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是办校园巡演的计划，这李正峰歌戏团是来到南投草屯的虎山国小来演出，因是把反霸凌的观念放伫个戏出内底，另外也甲囡仔来互动，甲因唱一寡七字仔学脚步手路。演员甲囡仔唱七字仔，搁有学脚步手路，囡仔拢生甲真欢喜。李正峰歌戏团19来到南投县草屯的虎山国小表演，嘛，互囡仔体验安怎唱甲演。真侪学生拢是第一摆体验，讲感觉真趣味。很新奇，我阿公喜欢看这个歌戏，以后也会想从事歌戏的工作。那些动作还有服装以及歌声，我觉得非常棒。也感谢他们来到这边为我们表演这么精彩的歌仔戏。李正峰歌戏团因为有参与团艺中心的计划，伫国内拢总有10场校园巡演。19演的戏出是红雀仙子误闯恶森林。戏出咧讲善良的朱雀仙子来到森林，发现河福鸟唔拿破坏环境，甚至欺负百姓，两人连番请拼。最后朱雀仙子总算打败嘛感化河福鸟，互伊了解唔通做歹，爱敬老尊贤。戏团希望透过歌戏，互囡仔了解反霸凌的观念。我来编写比较较会当互小朋友了解，学生会当感觉趣味，或者讲剧情哈。那我就传承真侪少年辈演员，带因来到校表演。团长表示，希望透过趣味的表演甲互动，来推广歌戏甲台语文化，互囡仔自细汉就来接触歌戏，甚至开始喜欢看歌戏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